继续来看新竹的基城购物中心，民众咧停车烧下浪。当时有一台轿车，离这个架坡要来停车，一个无小心倒退路，弄着一台黑色的进口车。这声食力，这台进口车修理的费用至少都超过10万。啊，车行的头家讲，车要停离的架坡是有美角的，也毋过嘛提醒着车主，上好是莫停离个架的所在，讲安尼较会去伤害到车辆的吊挂系统。保卫公司的停车场，这个驾驶伫找停车位，头前爬架这只白车，向驶倒提起，弄到后壁进口轿车，弄到咧真正啦，车头弄歹去，这台白色轿车后顶破去，连万把嘛落去。代志发生伫初二早起11点外，新竹基城的停车场，这台白色的车停车的时，唔知什么原因，驶倒提起弄到黑色的轿车。购物中心第一时间有协助双方处理，达成和解。是讲车停伫出处的所在爱设置。旧槽后的话，那相对的它重量全部都会堆积在后方，那它对它后面的悬吊系统，像可能避震器啊、弹簧是多少会有长时间下来啦，是会有很些许的影响。那呢要安怎停，较袂去伤到车，也是减少意外。专家嘛建议讲，下车起火之前，我正常来讲都会先排到 N 档位置，然后再拉手刹车，拉完手刹车确定好它车子不会动之后，我可能就会再打回 P 档的位置，这样子对车子来讲是比较磨损较小的停车方式。业者嘛表示讲，黑色轿车迄若要修理保修的估计爱6位数。所以讲，后盖停车的时爱设置，除了讲会当保护爱车，嘛会当避免搁发生意外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